好，来乡亲继续来看高雄桃园区的明霸克路桥，是这个桃园部落对外上界方便的通道。8月7日下晡1点外，去互大水请去。这板桥4年前才来完工启用，就去互大水冲去。有人质疑，无非这是豆腐铺的工程。这个地球公民基金会义工布志南，长期拢咧观察到南环的交通，伊无认为这是豆腐铺。伊讲基本上，这就是台湾注定的命运，都是台湾的地质真脆弱，这个雨阁伤大咯。雨停啊，溪水依然真错流，长一座桥中一大截无去啊！这条桥就是高雄桃园区内民霸克路大桥，伫8月7日下晡点外时阵。桥水溪对用大水，民霸克路这条大桥登去来看英国相片，长一座桥变成山区对外上方便的通道，想要到长开大站。是讲这座桥伫2017年4月才完工启用尔，才4年外尔就大水冲坏去。有人就想无讲，这个大桥的工程哪会这烂？学者认为讲，这甲台湾的天然条件有关系。他们施工人员很多。部落的这些布农族人，他们也有参与其中。我不认为它是豆腐渣工程啊，基本上就是我们的自己台湾的宿命嘛，就是土质量脆弱，雨量又太大。长期观察南海交通的地球公民基金会义工布志南，这摆嘛到山区为空中翕到长桥的画面。伊讲民霸克路大桥其实只是解决部落居民的暂时方案，并不是久长的办法。所以讲未来要安怎重建，也是要用更较侪钱做更较悬的桥。布志南讲，目前无人有答案，需要相关的单位好好去研究甲规划。